阿仙奴3-0戰勝皇家馬德里，英格蘭超級聯賽下賽季確保擁有5個歐洲冠軍聯賽名額。英格蘭超級聯賽將會確保自己本賽季歐戰積分排名第2。下賽季英格蘭超級聯賽會獲得額外嘅1個歐冠席位，而下賽季英格蘭超級聯賽最多可以獲得7個歐冠席位。如果阿仙奴或者阿士東維拉奪得本賽季歐冠冠軍，且聯賽最終排名喺5名之外，阿仙奴目前62分排名第2，領先第6名嘅曼城10分，阿士東維拉目前51分排名第7，同第5名嘅紐卡素相差2分。聯賽仲會有7輪，曼聯或者熱刺奪得本賽季歐聯杯冠軍，且最終排名喺前5名之外。目前曼聯積分38分排名13，熱刺37分排名第14，距離第5嘅紐卡素有15分、16分嘅差距。聯賽仲剩低7輪，即係話英超下賽季就將獲得7個歐冠嘅名額。歐冠冠軍或者歐聯杯冠軍係冇通過本國聯賽獲得歐冠名額先至可以實現。